基督嘅信仰離唔開講兩件事件，就係天主嘅創造同埋天主嘅救贖。創世紀以故事嘅形式講天主創造，我哋見得到呢個奧妙嘅世界係天主所做，而創世紀帶出嘅信息係天主創造嘅事物都係好嘅。今日我哋咁重視環保，就係要求我哋愛護天主所創造嘅世界。但呢個咁美好嘅世界俾人嘅罪惡破壞咗啦。舊約就透露出喺歷史裏邊，天主以唔同嘅方式去拯救人，特別有先知嘅出現啦、君王嘅出現啦等等，都係天主拯救人嘅一啲方式。救贖嘅高峰就係天主選擇咗降生成人，耶穌基督嘅誕生就係救贖嘅序幕。早期教會只係慶祝復活節，因為復活節的確清晰地帶出耶穌將我哋從罪惡同埋死亡裏邊釋放出嚟。但慢慢基督徒亦都發現，聖經同樣啟示咗耶穌嘅誕生都能夠帶嚟救贖嘅意義。所以今日就讓我哋用耶穌嘅誕生拯救我哋為主題，反省呢幾篇讀經。第一篇讀經嚟自依撒意亞先知，時代係公元前嘅7世紀，講亞述帝國滅咗北國以色列，準備向南國猶大入侵，所以猶大嘅人民生活喺恐懼當中。呢個時期先知出現，宣布一個喜訊，安慰佢哋黑暗中嘅百姓會見到浩光，天主會親自嚟解救佢哋，因為有一位嬰孩為佢哋誕生咗啦。呢個嬰孩係好有權力，佢能夠帶嚟正義、帶嚟和平嘅。果然亞述帝國就發生內亂，連國王都被殺，入侵嘅軍隊立刻撤退，所以猶大果然係得到拯救。而呢個時候，猶大王亞哈次就生咗一個仔希則克雅，好多人就以為先知所預言嘅一個嬰孩為我哋誕生，佢係有能力、有智慧，為猶大帶嚟正義同和平嘅君王，以為就係呢一個希則克雅。結果就大失所望，呢個人比佢個父親亞哈次仲要差啲，所以佢哋要等待另一個嬰兒。今日嘅彌撒用呢段聖經就係讓我哋知道，先知所預言嘅呢個有能力又能夠拯救人嘅嬰兒喺耶穌身上應驗咗啦。所以我哋今日用呢段聖經嘅原因就係呢一度。第二篇讀經嚟自弟鐸書，聖保祿指出先知所預言嘅拯救喺耶穌基督身上出現啦。佢拯救我哋脫離一切罪惡，使我哋有能力熱心行善。但呢度兩方面，一方面釋放我哋離開罪惡，呢個就係消極地我哋離開罪惡，但係跟住就係積極地我哋有能力去熱心行善。呢個就係耶穌基督對我哋嘅拯救雙方面嘅意義，有消極嘅，有積極兩方面。保祿當然指耶穌捨棄自己，即係講耶穌佢以苦難帶嚟救贖。保祿冇提耶穌基督嘅誕生，但係路加福音呢就讓我哋知道，甚至連佢嘅誕生都有救贖嘅意義。所以讓我哋睇路加福音點樣講。路加講出聖誕嘅故事，呢個同創世紀嘅故事好唔一樣。創世紀用一個虛構嘅故事帶出天主嘅創造，但路加想讓讀者知道佢所講嘅故事並唔係虛構嘅。清楚佢講
耶穌基督誕生喺人類歷史嘅洪流裏邊。首先有時代，時代係羅馬王凱撒奧古斯都，佢做羅馬皇帝嘅時候，有季尼諾做敘利亞總督嘅時代，呢啲都係一個具體嘅時代。又有環境，奧古斯都呢就戰勝佢嘅對手，統治咗羅馬帝國。佢武力就建立所謂羅馬嘅和平 Pax Romana。為咗進一步鞏固佢嘅勢力，佢叫天下嘅人都要登記。嗱，呢度有特別嘅意思吓，登記嘅作用，作為一個帝國嘅君主，登記呢，讓佢知道究竟佢帝國裏邊有幾多人口，有咗真實嘅數字，佢會知道喺呢啲人口裏邊佢有幾多軍力，呢個係硬實力。100幾十萬同1000幾百萬係差好遠，所以如果佢知道自己帝國裏邊有幾多人口嘅話，佢好清晰地知道自己有幾多嘅軍力。登記亦都能夠係讓佢知道佢每年可以收到幾多稅。嗱，作為一個帝國咁強大嘅軍隊，係需要好多財富去支持啊，所以稅收都係好緊要。而登記就有咁樣嘅意思，唔單止有時代有環境，聖誕故事都有地點。約瑟係達味家族嘅人，佢要翻去自己本鄉登記，所以佢從納匝肋帶同自己嘅聘妻瑪利亞翻去本鄉白冷去登記。所以有清晰嘅時代、清晰嘅環境、清晰嘅地點。嗱，而家再聚焦喺聖家身上。約瑟帶同瑪利亞翻去白冷，佢哋遇到一個好惡劣嘅環境。首先由納匝肋到白冷，按今日嘅統計係100多公里。你可以想象一個懷孕嘅婦女，每日我諗係極限吓，行20零30公里係極限。唔太可能行得太遠，即係話佢哋兩個要行起碼4、5日先至可以從納匝肋去到白冷。去到白冷，聖經話客棧冇佢哋嘅地方，大概並唔係話翻嚟登記嘅人爆滿。白冷係一個好細嘅地方，翻嚟登記嘅人亦都唔會好多，不至於完全滿座吓。大概係約瑟佢冇錢住旅館。嗱，我哋可以想象住又冇錢啦，行都冇錢啦。好多時我哋啲聖誕卡呢就話瑪利亞坐住隻驢仔咁樣一路行吓。事實上呢，租一隻驢係好貴，一來一回10幾日，大概約瑟都冇錢租一隻驢去俾瑪利亞代步吓。所以大概佢哋兩個都係行，最後去到嗰度連地方都冇得住，只能夠揾到一個馬棚吓，一個好惡劣嘅地方。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去過今日馬會嘅馬棚，今日可以話咁現代化吓，成日清潔馬嘅糞便啊，你去到馬棚，你都強烈地感受到呢啲糞便嘅味道。係好緊要啊！即係話好臭嘅地方，喺一個咁樣嘅地方，即係最唔理想嘅地方吓。耶穌就喺呢度誕生。聖經專家呢就俾出一個神學嘅意義。聖經話耶穌係裹着襁褓躺喺馬槽裏邊，呢度亦都帶出一個十字架嘅形象喺度吓，好似耶穌後來裹着殮布躺喺墳墓裏邊，所以耶穌出世嘅時候已經有苦難嘅影子喺度。好，喺一個最唔理想嘅時代，最唔理想嘅環境地點，但係正係因為耶穌嘅誕生，一切都改變咗。天主冇優待自己嘅仔，
所以呢，有時我哋唔好埋怨環境時代乜嘢都唔理想，而耶穌基督正正係喺一個咁樣嘅時代環境地點出世。天主俾人哋一個標記，天使話你會見到一個嬰兒裹着襁褓躺喺馬槽裏邊，所以個標記係一個嬰兒。喺整個故事裏邊，我哋會睇到耶穌、瑪利亞、若瑟三個人都有背十字架。瑪利亞喺一個最唔理想嘅環境誕生自己嘅兒子你可以想象今日嘅孕婦邊一個唔想喺一個又衛生又安逸嘅環境，或者話醫院誕生自己嘅子女但係瑪利亞乜都冇㗎側邊係冇人同佢接生，亦都唔係喺醫院裏邊。若瑟大概係做接生你可以想象普通嘅男人都唔識做呢啲嘢，呢個為佢嚟講都係好大嘅十字架。耶穌基督一出世嘅時候就係一個咁唔理想嘅環境出世，聖家三人背着佢嘅十字架，但係為所有人帶嚟喜樂，帶嚟平安，帶嚟拯救。耶穌十字架上嘅犧牲為人帶嚟拯救，但係馬槽裏邊嘅嬰孩同樣為人帶嚟拯救。因為無論係十字架上嘅犧牲或者馬槽裏邊嘅耶穌，都係愛嘅表現，由愛就引發咗拯救。天主選擇以嬰孩嚟到我哋中間，以嬰孩嚟做標記，而嬰孩唔會為人帶嚟任何嘅威脅，只會引發人嘅愛。所有罪過都係相反愛，而愛係治療罪惡最好嘅，而嬰孩正正係可以引發人嘅愛。我諗大家呢啲咁樣嘅經驗無論係一個幾嚴肅或者冇人講嘢嘅環境，一個嬰孩出現嘅時候，就會使所有人都將注意放喺佢身上。嬰孩使到人能夠將連結人嘅心罪惡使人分開，愛係使人連結嘅。呢個就係聖誕為我哋帶嚟拯救嘅意義，引發每一個人嘅愛心。傳統我哋聽到任何地方一到聖誕，即使打仗都有停火嘅習慣，甚至世界大戰嘅時候，我哋都聽過有呢啲溫馨嘅聖誕嘅故事敵對嘅雙方因為聖誕停火，各自用自己嘅語言去唱聖誕歌。聽到對方唱聖誕歌嘅時候，大家都忘記咗仇恨，忘記咗戰爭，都能夠走出嚟互相慶祝聖誕。喺今日，我都好願意俄羅斯同烏克蘭雙方呢兩個都係信基督嘅國家，今晚佢哋都會慶祝聖誕。希望兩方面嘅人都能夠注視馬槽裏邊嘅耶穌，讓耶穌基督嘅臉將人內心嘅愛引發出嚟。政治上解決唔到嘅問題，政治唔能夠帶嚟和平，但係嬰孩耶穌係可以為人哋帶嚟和平。亦都願聖地嘅居民，我見到佢哋開始有聖誕嘅氣氛喺今晚，同時能夠注意耶穌聖嬰嘅存在，讓佢哋體驗到有耶穌聖嬰就有愛，就有和平。所以今日讓我哋記得天使為我哋所講嘅話，主愛嘅人在世享平安。咁我哋好相信嬰孩耶穌能夠為我哋人，無論喺乜嘢環境，都能夠為我哋帶嚟拯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